请咱来读圣经，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1节甲20节。上主对亚伯兰讲：“你爱离开故乡、亲族，甲你的老爸的厝，到我所指示你去的所在。我要互你做囝做孙，因要成成大国。我要赐福互你，互你有大名望。安尼，人嘛要因为你来蒙福。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互伊；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我要照着你赐福互万民。”亚伯兰75岁时阵，遵照上主的指示离开哈兰，罗得也甲伊去。亚伯兰带某撒来、得拉、罗得，以及因伫哈兰所有的财物，甲因所有的路咧，往迦南出发。因到迦南的以后，亚伯兰继续伊的旅程，来到示剑的圣地，摩利圣树附近。上主往亚伯兰显现，对伊讲：“我要把这片土地赐福予你的后代。”亚伯兰伫遐为伊显现的上主起了一座祭坛。后来，伊往南线，来到伯特利城东边的山区。山区的西边接临伯特利，东边靠近爱。伊伫遐扎了营，阁起了一座祭坛，敬拜上帝。以后，伊渐渐南线，到了迦南的南部。迦南发生饥荒，灾情非常的严重。亚伯兰一直往南线，到了埃及，要暂时住遐徛起。因来到边界，要进入埃及的时阵，亚伯兰对伊的某撒来讲：“你是一个美丽女子，埃及人看见你，一定会讲这是伊的某。安尼，因会害我来留你。你爱甲因讲，你是我的小妹，因就会因为你的缘故留我的性命，好好款待我。”伊越过边界进入埃及的时阵，埃及人果然发现伊的某真水，有宫廷的官员看见，就伫国王的面前訛落伊水，伊就被带入王宫。因为伊的缘故，国王好款待亚伯兰，赐予伊真侪牛、羊、驴、骆驼甲奴隶。但是对着国王带走亚伯兰的某撒来，上帝就降灾。互国王甲王室的人拢犯了可怕的病，直到国王甲亚伯兰叫来，问伊：“你为虾米安尼待我？为虾米毋甲我讲伊是你的某呢？为虾米讲伊是你的小妹？阁互我来带伊？你的某伫遮，带伊走吧。”所以国王命令左右赶走亚伯兰出境，因就甲伊甲伊的某，以及伊所有一切拢送走。这是咱的蔡经理牧师要来甲咱传讲信息。圣经人物系列8亚伯拉罕，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开始要看亚伯兰的故事。伊这是族长的开始。咱要用几个礼拜来看亚伯拉罕。伫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互阮伫你的面前静静听候，来修饰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话，也会当照安尼去行，来得到福气。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亚伯拉罕伊原本地叫做亚伯兰，伊被称作是信心的老爸。伊的名原本地是亚伯兰，意思是尊贵的爸。到伊99岁的时阵，上帝重新对伊讲，伊早前甲伊立约的时阵，代改名，对亚伯兰代改做亚伯拉罕，意思是济国的老爸。伊的生命故事有真济
真好的信息，所以咱要用应该是4个礼拜，甲大家做伙来分享阿伯兰、阿伯拉罕的生命故事。今日牧师将这个题目定做是蒙福的人，得到福气的人。咱来看一个得到福气的人，伊到底爱注意什么？爱安怎做，才是真正是一个得到福气的人。咱来理解的是，一个人会当得到福气，其实是在地伊是受掉的人。圣经中安尼讲，上帝对阿伯兰讲：你爱离开故乡、亲族甲你老爸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去。我要予你有济济子孙，伊要形成大国。我要赏赐福气予你，予你大有名望。安尼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伊；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我要借着你祝福予万百姓。咱看见着阿伯拉罕，伊之所以成做一个蒙福的人，是对蒙调开始。一个人受到福气，得到上帝福气，其实是上帝先呼召伊，先拣选伊。亲像阿伯兰同款，上帝甲伊提出一个约定，这约定是上帝对伊的呼召。伊成做一个得到上帝祝福的人，是因为伊回应这个呼召，是因为上帝先拣选伊，然后伊回应。咱咧看圣经的时候，有时阵咱会感觉真奇怪。当时代有真侪无同款的人，为什么上帝拣选阿伯兰？阿伯兰，佮有其他的兄弟，佮有拿赫，佮有哈兰，为什么上帝无甲这其他的人入约？其实讲实在，无人会当回答这个问题。圣经无记载这个代志，咱嘛唔知原因。但是咱肯定的就是，上帝伫这个中间有伊的旨意，伊亲自透过伊的心意去拣选人，因为伊是一个赐恩的上帝，伊的手术稳定是由伊的主管，这是上帝的主管。但是安尼通过安尼，咱有一个明白，这个明白真重要。就是咱今仔日会当来到上帝的圣殿，伫上帝的面前来敬拜，绝对毋是出自咱家己的意愿，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咱常常会抓做讲，我信上帝是我家己选择的哦，我甲上帝立约是我家己愿意的哦。其实毋是啊，若毋是上帝的恩典，咱无一个人会当出自家己的意愿，领受上帝的福气。这是上帝的主权。这是上帝怜悯咱有罪人，但是上帝伫世间人中间，就是特别拣选咱，会当来亲近伊。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毋是恁拣选我，是我拣选恁，而且要指派恁去结迄个上上之地的果子。所以这是一个恩典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想讲，咱今日咱坐伫遮敬拜上帝。甲上帝三千军，这是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恩典，伊亲自拣选咱。当然，要成做一个蒙福的人，得到福气的人，咱嘛爱对上帝这款的拣选有一个适当的回应。好，咱接下来看阿伯兰安怎回应上帝的呼召。圣经中间讲，阿伯兰75岁时，遵照上帝的指示。离开哈兰，当然，伊这家族原本是住伫一个所在叫做乌尼。对乌尼这个所在，阿伯兰的老爸带伊甲伊的孙仔罗德，来到这个哈兰的所在。但是上帝呼召阿伯兰了，伊就伫75岁时，遵照上帝的指示离开哈兰。咱来理解就是讲，圣经中间只有写讲遵照上帝的指示这个话就是进入祝福的锁匙。意思是讲，遵照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这是咱得到福气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遵照上帝的话，研读上帝的话，
这是真做耶稣基督的学生，真做上帝的百姓，上界重要的一件代志。咱常常去读上帝的话，然后照伊的话去行，这就是顺服。顺服，咱就得到福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伫教会中间，每一礼拜拢爱传讲上帝的话。伫教会中间做牧师上界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帮助信徒去了解上帝的话。咱伫11月开始，佮要开始一个新的查经班。这个查经班，这回是要读这个强权福音书，就是圣经中间的福音书的头前3本：马太、马可、路加。咱做伙来看，福音书是咧写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伊所行的代志，互咱明白咱救恩是对答落来。咱爱照什么款的方式去活，才是合乎上帝的旨意。所以咱爱认真来读，才会当了解上帝的话，然后佮照上帝的话去行，咱就得到福气。顺服对蒙福，这是咱来理解。所以牧师是真兴奋，要邀请大家来参与这个查经班。因为咱这个强权福音书真济嘛，真丰富。所以咱应该爱读60几礼拜啦，但是牧师大概切做一段一段咱先读第1章到第4章，拢总7个礼拜读一段了，搁休一段时间，搁继续来读。所以这牧师是期待大家拢会当来参与，因为了解上帝话，照上帝话来行，咱得当领受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福气。但是同时咱嘛爱理解，就是讲要顺服、遵照上帝的话其实不一定真简单哦。你爱有真大的勇气，而且爱付出代价。咱今来看阿伯兰。依照上主的指示离开荷兰，听来真简单呐。但是咱看到上帝要予伊福气嘛，真大嘛，听来真简单因为上帝的福气真大，是要予伊济济子孙，要予伊子孙兴盛大国，佮要予伊大有名望。这拢真好。特别是对阿伯兰咱知影伊75岁还无囝这是真大真大的一个福气嘛所以我相信。一定心中真大期待，但是伫背后咱来了解迄个背景，伊喺面对真济真大的挑战甲征战，因为上帝有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爱伊离开故乡，对无？离开故乡对真济人拢爱离开故乡去打拼，但是阿伯人甲其他的人无相关因为即马譬如讲一个少年人。伊要有好的发展，拢是爱去较繁华的都市，机会较济嘛，较有发展的机会。所以真济少年人拢爱对庄脚，来到都市才能发展所以古早有一条歌讲讲我要去台北打拼对无因为听讲啥物好康啊，拢伫遮因为较济机会嘛，较好发展。但是阿伯兰无共款伊的故乡是伫倒？伫嘉义底的5年，嘉义底的5年是当时阵的贸易中心即马有考古学家去发现讲迄个所在是当时阵一个真繁华的商业中心，有真高度的物质文明，所以这是一个大都市咧。但是上帝讲，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去我指示你的所在，指示你的所在，阿伯拉罕根本就毋知迄个所在是做啥物反应，所以伊要去的进程伊无清楚，所以面对伊的是一个无确定的未来，所以上帝爱伊离开故乡，伊心中可能会考虑第二项，爱离开亲族，离开亲族的意思是，当时阵的意思就是讲，切断甲亲族的关系，伊无。要搁做接受亲族任何的资源，咱知迄个时阵，甲即摆的世界是无共款咱今仔日无论去到世界逐所在，联络真方便，拍一个电话，写一个来，向老爸马上来寄钱去。但是迄个时阵离开故乡、离开亲族，意思就是讲切断完全的关系。迄联络真太困难嘞，完全
无法度来支援。所以这真清楚表明讲，阿必然爱将伊旧的一切的资源完全切断，离开老爸的家。犹太人甲咱台湾人相共，有一个观念：家庭这家吼是一个安全的城堡，是会当休困有保障的所在。老爸家代表是一种掠看，是一种保护。咱无论是古早还是即马，拢相共。一个囡仔若有老爸的保护，一般来讲比较较容易成功。但是上帝爱伊离开遮的。如果你若是阿必然，虽然假设有足大的福气，伫头前咧等你，但是上时你嘛爱有真大的勇气去付出真大的代价。虽然看起到阿必然，伊回应上帝恩典，就是伊遵照上帝的指示离开这一切，伊会当瓦靠的。当然，这有上帝的意思，因为上帝爱伊离开伊成长的所在，其实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爱伊专心敬拜独一的真神。考古学家伫这个5年的这个所在去掘这的这个古早的这个城发觉讲，当时5年是一个商业中心。这商业中心的迄个城市的中心是一个神庙这神庙是敬拜迄个月娘月神的一个城市。所以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城市。所以上帝爱阿必然离开这个所在，其实是爱伊专心敬拜独一的真神。第二项，离开亲族，确实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但是同时，嘛是爱阿必然会当专心倚靠上帝，无靠亲族的帮衬甲支援，互伊体验到伊得到福气。是完全因为上帝的恩典，毋是因为人的缘故。第三项，离开老爸的家。家庭是一个保护的所在，但是相对来看，家庭嘛有可能会限制人的发展。即摆咱知影真侪报纸也是讲新闻咧报讲，有真侪这少年人成年后，佫变做是啥妈宝对无？逐项拢袂让家己做主。咱囡仔的时阵咱咧帮助咱的囡仔咧行路，拢会牵的对无？但是你如果永远来牵条，伊永远都袂行。所以到适时咱来放手嘛。这囡仔才会当独立，才会当成长。若永远拢伫这家庭的保护下面，这囡仔无法度成长。所以上帝呼召阿必然离开伊老爸的家，其实是要互伊扩大伊的领域。有一个更较广大的世界在听候伊。伫圣经中间，咱看起到阿必然会当顺服，其实是因为伊的信心嘛。圣经希伯来书11章的第8节安尼讲：因为信心，阿必拉罕顺服上帝的呼召，去到上帝应允要收拾伊的所在。伊离开本国的时，并毋知影要去倒落去，要对倒落去。所以头前一个未知的世界咧听候伊，伊因为信心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伊愿意顺服，伊就得到福气。阿必人顺服得到福气，咱接续来看伊的故事。伊的故事继续甲咱讲一件真要紧的，就是讲，咱得到福气了咱嘛爱持守。这持守毋是靠咱家己的力量，是靠上帝的恩典。咱看见着接续的圣经，甲咱讲，阿必然继续伊的旅程，来到一个所在叫做示剑。这示剑，伊伫这示剑的所在上帝就对伊显现，对伊讲：我要将这块土地赏赐予你的后代。去阿必然就做一件代志，伊伫遐起一个祭坛来敬拜上帝，来求问上帝。后来，伊阁往南行，来到伯特利城东边的山区，伊阁做一件代志，阁伫遐起一个祭坛来求问上帝，来敬拜上帝。头起的时阵做了真好，
每到一个所在，伊就是去求问上帝的心意，伫遐敬拜上帝。但是后来，咱看见着，无偌久了吼，伊就渐渐往南徙，到迦南的南部。结果发生啥物事？发生了大饥荒，情形非常严重。所以伊就开始想要靠家己的气力，靠家己的智慧去行。伊就去到埃及的所在，伫遐想要暂时在伫遐徛起。伫遮吼，咱看见着伊就拄着问题啊！伊知影讲伊就去埃及的时阵吼，伊佫带一个水母，这水母吼，可能吼会造成伊的危险，所以伊就甲伊的太太吼，煞来安尼参详讲：你生得遐尼水吼，埃及人看见你吼，若知影你是阮某，一定来我杀死，因为想要来你抢走，安尼，所以咱两个就参详好势，你爱请我做我的小妹吼。当然，咱若看20章的所在吼，就知影因是共爸过母的兄妹啊，但是吼，其实伊是伊的某嘛吼。伊想要用即个白贼来保存家己的性命。伊讲咱若讲你是我的小妹，安尼大家我是你的兄哥，大家为着要得到你吼，可能会好好款待我，了我的性命吼。当然，伊个人吼，因两个参详了。因着靠家己的智慧，要保存家己的性命，去到埃及的所在。个人埃及人看见伊真水吼，有宫廷的官员看见伊，就伫法老的面前，伫国王的面前，学了伊的美丽，伊就被带入王宫。也因为伊的缘故吼，这法老就好款待阿伯兰，赏赐伊真侪牛羊、驴、骆驼甲萝卜。伊看起来吼。介像亲像因为因的讲白贼来得到利益但是咱毋通袂记真，上帝头起互伊的应允是安怎？要互伊有济济子孙，要互伊的子孙形成大国，对无？即摆某都去互抢去啊！伊是要有济济子孙，要形成大国，就是为着即个真短暂的即个利益，为着保存家己的，用家己的智慧想要保存家己的性命。来损失上帝予伊的应允，所以靠家己的时阵，伊就袂记得上帝予伊的应允。但是伫伊的故事中间，咱看见着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上帝介入这件代志，因为上帝恩典，上帝降在互即个法老甲王室的人，伊拢破了真可怕的病。后来国王知影讲原因就是即个啦。就将阿伯兰叫来，来质问，而且将因赶走。伫遮，咱来做一个真深的反省。亲爱兄弟姊妹，伫咱信主的过程中间，可能咱拢有同款的经验。咱一开始的时阵，咱需要上帝的时阵，咱就拼命求叫主，常常起祭坛来学了主、敬拜主。但是年久月深了，日子过了一段时间了，咱就可能袂记得，渐渐想要挖靠咱家己的气力，挖靠咱家己的经验，无搁再随时要问上帝，无搁再想要顺服上帝。所以求主帮助咱，求主怜悯咱，互咱会当常常警醒，会当持续上帝互咱的应允甲福气。毋是伫逆境的时阵，咱才来找上帝；顺境的时阵，都讲上帝，你莫来干了我的性命，我家己来就好。毋是安尼，咱即个蒙福是爱持守的。毋望咱对阿伯拉罕伊的生命故事中间去学习，持续的顺服，咱就持续得到福气。最后，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阿伯兰的故事，咱来注意一点真重要的是，上帝赏赐福气给阿伯兰，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是要互人因为伊来得到福气。意思是讲，阿伯兰毋是家己得到福气，是要互别人因为伊来得到福气。所以这是咱的信仰一个非常重要、咱来明白的代志。咱得到福气，毋是咱家己。快乐享受尔，咱爱将这款的福气
甲其他的人分享。上帝对亚伯兰所有的应允，包含济子孙，互伊形成大国，大有名望。目的是要互别人借着伊这份来自上帝的祝福，将这个祝福带互别人，毋是要互伊持守互家己得到福气尔，无要将这个福气分享出去。今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爱常常将这个信念放伫咱的头壳顶，放伫咱的心中。人要因为咱来得到福气。咱今日伫圣殿中间领受上帝的话，牧师最后会甲大家祝福。祝福了，你出去了，你都毋通袂去进。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咱所讲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爱互别人因为咱来得到福气。咱知影犹太人咧祈祷的时阵吼，伊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吼，就讲因祈祷室内底吼，袂当放一项物件，啥物物件？祈祷室内底袂当放件，因为放件你着常常去看到家己拢为家己咧祈祷，吼，这是咧提醒咱吼，咧祈祷的时阵吼，毋通拢为着家己祈祷，嘛爱为着别人祈祷。所以咱今仔日祈祷室内底放啥物货？放十字架嘛。因为十字架是一个象征，主耶稣基督就是看无家己，弃杀家己，为着要祝福咱而牺牲。所以咱祈祷的时候，咱着学习伊的模样，毋是为家己的利益咧祈祷，是为着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计划咧祈祷，是为着别人的福气咧祈祷。所以，咱今仔日每一个人出去了后，拢爱知影咱是一个受福气的人，得到福气的人。咱爱互别人因为咱来得到福气。相反，教会嘛是安尼。教会上界大的使命，就是因为教会领受上帝遮尔大的恩典，所以咱爱将这款的恩典见证出来，互别人领受相款的福气。今仔日。咱看见着台湾的社会中间，有缘有真济欠缺所在。上帝设立教会伫这个所在，伫这个城市，伫这个国家，就是要互万百姓因为咱来得到福气。请咱爱伫这个世代认真为主做见证，分享福气互别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诚做一个受恩的人，就是互阮会当将即款福气持续落去，持守掉了，也互别人因为阮本身领受福气。阮求主赐福互阮，互阮手所做的工，会当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别人得到祝福。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